俩很互补就这个好像没讲到，你在帮他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个部分很像，就是像刚刚大家看到那个，就是很务实的那个部分。然后比如说我们就会聊一些什么做家事啊，然后洗碗煮饭这种生活琐事。很巧，因为他是金牛座的，然后我的月亮在金牛，所以我们两个这个部分还蛮共通的。就是我很难得可以遇到一个愿意跟我继续聊下去，就聊这些很琐碎的事情，就很无聊的事情。因为拍戏其实，在等待的空档很多，然后你说要做什么事情好像也很难，就是也使不上心。但就是跟他讲了一件事情之后，他居然可以这样回。我们那时候真的垃圾话，就是我很认真在问他，然后还很认真在回答我这样。我记得有一些问题你问没有很认真，我答不出来，然后我还回家查，隔天再来告诉你。对，现场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消化那个答案这样。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就很没有把它解，就是没有帮我解答。我觉得很那个。我觉得我原本想象的谢欣，或是我看他在荧幕上的谢欣，会觉得他是跟我差非常多的人。对，就觉得她是一个很酷的女生。可是她也有像刚刚说那种很务实、很家常的那一面。对，然后那个就跟我好像是有一点同路人的状态。对，我们在拍戏的现场就会聊这些，那再加上有默契，我觉得在表演上是因为我们经历很多读本，然后排练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开拍之前就有蛮多相处的时间。我觉得就是跟他相处很舒服，然后我其实反而会我自己会很看重，非常看重在正式上演之前私底下的相处。对，就是你只要觉得这个演员我们两个相处起来很舒服，其实我觉得戏基本上都不会差太多，而且该有的那个互动，对，该有的互动都会有。因为其实导演一喊卡，我们两个相处起来是很顺很流畅，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会聊一些很无聊的东西，然后都可以聊很久，就聊到就已经要开始要拍了，然后就我们还在继续聊。而且我们在那个 IG 上还追踪同一个账号。没有，我们是互相，就是我推荐给你那个对神回复，然后 Hocho 是你推荐给我的。而且我最近有看到你还有在按赞，神回复。我现在在看 Hocho， 因为常常在滑都还就是一个在专门讲笑话或是梗图的那种。对。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对那个东西很有兴趣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要我的神回复，另外一个叫 Hocho。我们也是相处之后才知道，因为我们刚开就是我们先记者会嘛，然后我们可能连排戏那些都还没有。对，我第一次读本有带大家吃，带水果给他吃，是很家常的一个。然后那个记者会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，就还想说怎么办，就是两个完全没有时间相处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跟我频率很不搭。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蛮受伤的。他还说，记者就问他说：“你对柏宏的感觉怎么样？”然后那时候的确我们也没一起拍过戏嘛，然后就是有读过剧本这样。然后我觉得，其实读本的时候就还蛮顺利的啊，然后也聊得很正常。结果他竟然对记者说：“我觉得我们频率很大。”然后回家以后我就想说，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。我讲话太直接，可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因为我们在读本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觉得对。那你拿出来讲干嘛？就奇怪。就内下。应该说，因为那时候在拍摄之前就看6弄，哪里来的？另外哪3弄？6弄，然后就觉得他，我印象中，我自己感觉他感觉就是那种痞的，然后感觉因为大家都说他6弄是本色演出来什么之类的，我不知道是，反正我感觉的他是那样子，就是很痞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跟痞的人，然后感觉就是很放得开的人，我应该相处起来应该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吧，因为我是很容易紧张的人。就后来我要跟他合作，
然后见到他就说，这个人怎么那么乖啊，好客气哦。然后就觉得还带水果来，对，然后可是又觉得好像有一种，就是有一种被包住，就有一种距离感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应该，我跟他开玩笑，他应该听不懂，或者是我们两个应该玩不起来，就是心里面大概会有先有这些想法。对，然后是后来我们就一直排戏，一直排戏，然后排戏的过程中，因为我们排戏一天下来可能8个小时，就是人永远都是在你专注完放松之后，你都才会就是会不自觉的表现出你原本的那一面，你的本性。然后那时候就啊，原来这个人还就是跟我想的好像是差不多，应该就是怎么样？就还是有客气，还是很客气，就是还是很那个，但就是有人的感觉。哦，本来就很像，就好像是一个电视上面或者是那种漫画走出来，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斯曼男那种斯曼男，就是漫画走出来的男生。我怕我就跟他讲话，他都不理我啊。有吗？对啊，就是开拍之前，就是碰到你之前，因为我可能会觉得我很无聊啊之类的，或者会觉得我很吵。没有。然后我记得我后来又有一次排练，然后就带那个黑糖蛋糕来给大家吃，然后就买了以后，那个所有工作人员就哇谢谢，然后他就冷这样飘过来，然后我就想说他没有吃，应该是觉得跟我频率不搭吧。但是后来就是整天的排练的结尾，他就有吃一下，我就觉得还是愿意接受我的小礼物这样。没有啊，可是他那真的很低耶。就原本是只有2场，我跟导演说要再加其中1场洗澡的戏，对。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看重这3场洗澡戏？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俩都有情节强迫症，所以其实洗澡除了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展现我们的身体，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这2个人在对房子、对外在的情节很重要，然后对自己的情节也是会有一种很执着的状态。然后第二个是洗澡的时候是一个人的，所以他这个角色其实在洗澡的时候是有在呈现某一个情感状态的。